袂歹嘛，找到真侪真少年球员加入，希望因拢是咱未来将才。唉，唔知到时哦，若路场甲人战争哦，我看伊拢啊变将才。我甲将才变做将才，你意思讲我甲总教练做假的就对了，啊？是呢，我哪会敢啦？我意思是讲哦，咱这几个少年的球员哦，好是好啦，啊，咱即马上介重要吼，都赶紧找一个吼好的投手哦代替金庸啊，啊，无好的投手是要哪甲人车拼啊，对无？是了，我看咱也是来找汤姆，甲伊参详看卖咧，想办法说服伊。我知啊，我嘛真想啊，啊，问题是咱连签约金都签袂出来，是要摕啥甲人讲？我甲李汤姆记过面的代志，敢通讲出来？咱即马吼，上界需要吼，就亲像你他们吼，这种有天分的投手啦，是无啦？我意思是讲吼，你敢会那样小牺牲一下吼，啊，施展你的这个美人计吼，无啦，啊，生活伊吼，甲国母队再搁讲啦。你讲到啥物社会？咱做人爱光明正大，你哪会使叫金管去诱拐人来加入咱的球队？为着球队，我感觉去说服李汤姆加入，也毋过伊对我。Hello everybody。汤，你来了拄好，有拄好代志想要甲你参详。你是想要劝我加入国宝队？你一摆敢会诚实？汤姆啊，顶回签约吼，确实是阮较实力啦。啊，毋过国宝队吼，希望聘请你拍球的成绩是100%，希望你当时能考虑吼加入我国宝队。啊，若有关签约金方面的代志吼，请你给一我时间我来处理，吼。我若是甲一看遮重，我早就含出到管你介绍的球队签约啊。我追求的是我心目中迄份爱。你讲你热爱棒球，也毋过迄是一个做球员的基本条件。阮遮无一个人会输互你啦，所以无啥物了不起。是无啥物了不起啦。啊，毋过像汤姆吼，遮尔爱野球，搁遮尔有投球天赋人才吼，都难得啦。有影，投手哦，伫这球队内底哦，是主将呢。我本来吼嘛是要做投手啦，啊，就是无迄个天分啦，毋则做投手的保手啦。汤，阮大家拢是因为对棒球的这份爱，才有缘熟识做伙徛伫遮。阮希望你会当加入国宝队，甲阮做伙为着棒球的理想来打拼。金也对，大人拢欢迎我加入，你敢欢迎我来追求心目中迄份爱？我当然嘛欢迎所有热爱棒球又搁有才情的球员加入，也毋过我对每一个人拢共款啦，一视同仁。既然今仔日开喙，那我答应加入国宝队，也毋过我一个条件。啊若是关于着签约金的代志吼，分球付款无？钱是我代志。我咱为着心目中迄份爱，无计较钱来为恁拍球。我希望你的条件袂互我受过为难，也若无，我就拒绝互你加入。我想要和恁台湾上出名的剑士做一个投弹对决，只要你拍赢我就无条件马上签入国宝队。志强，你莫踩入这种美国回来，一点仔都毋知棒球伦理的项。大家毋通误会，我是要尊重剑士是我的先辈，只不过一个球队，若无人比我高，我做追求目标，若我参加这个球队就无价值啦。你真伫这，我真贪点。我答应你，也我希望你会当讲我生活。既然要用比赛做决定吼，啊，咱都爱先来规则定好。对啊，莫讲着钱啦，其他拢通我讲的啦。规则方面我无意见，你决定好。就照伊半个规则，只要你会甲球拍出去，若是球我保送，拢算我输。也毋过我的目标是甲你三胜。这个，美国大联盟的投手哦，看咱台湾的战士会跑啊！啊，
我拍伤啊！李大木，准备好就再开始哦。水，151，头一条出151，这定爱签，行，看你啊吼。出出来！155，后一条挺行愈近，较注意咧。这个2粒好球啊！后接无，可以好看。志强，加油！正信，头多2球你无拍，这球你更加无机会。变速球，够伊啦！志强，你超高安呢？好不拉紧，来苏巴丁。汤姆，你的球速吼比我想的搁紧真济。最后迄条变速下坠球吼，嘛有一流的水准，这个台湾吼真少人拍会到的。正信甲你的球拍去扫水平球，就算有人防守嘛是安打，你敢要认输？如果认输真正，我袂知你的台湾风不浪起，头多2节的方式来拍这粒球，你是毋是靠拍安打，也是你故意要让我？中啊，干有这款代志？我认为这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以后你家己国保队了后，咱就是同一队的战友。别样的，我一定要找答案。啊，你这下段嘛真奇怪呢，遐尔啊无风度，输也都看啊清清楚楚，输我无要认输。我毋是输袂起，我只是唔甘愿，有种受不了的感觉。歹势，我拄只确实无清楚你。迄是志强让你的啦，今日面子无去吼，歹看啦。阿刘爸，这是，你免惊我失民主，我即摆就认输，同意甲你签约。因为头拄啊，你无尽全力，我嘛无用我的绝招来去补。所以，敢若请你尽全力，佮喊我对我一届，只要1球就好。牙骨无？蝴蝶球这种球是安尼啦，拢乌白选啦，连我伫做保枪有通险嘛才无啊！啊，拍这种球吼，敢若跋筊同款啦，无啥物好比的啦。
是呢。这是恁两人中间的代志，我无方便表示意见。若是会当互伊知影另外有人啊，安尼以后较好带。我一定尽全力，你嘛免搁保。阮总算找到会当代替你的投手啊！希望伊会当甲你同款，甲志强好好合作，带队完成4连霸。志强，你若学晓拍这款的球，以后你对着别个pitcher投这款的球的时阵，你就免惊啦。知道无？球袂练，速度真慢，方向袂稳定，射网掠袂准。秘诀是抓着球，改变方向，上稳定的时阵出巴头，所以速度一定要真紧。我一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靠近，这是，就算讲美国等你梦的选手，嘛无几号把一球拍掉，我输了心好靠。我真荣幸有机会甲你共对拍球。第一球就上我输你，也毋过第一程度上，我含你阁是条对决。我绝对袂输你。这是君主之争，我一定接受你的挑战。要毋我先讲清楚，公还公，输还输。第一球场上，第一球上，我练出团队的精神，全力以赴。我袂惊我失望。我嘛要甲话讲互清楚，我有我家己的选择，我毋是恁两个对决的战利品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也毋过我相信，你最后选择的人一定是我。汤姆啊，既然你决定要加入吼，咱赶紧白纸黑字甲合约签落去，吼，来个。志强，我无甲你讲伊想要留我，迄是因为我无想要留袂伤。你明明就知影我的心意，为什么你搁要接受伊的挑战，让伊有机会来追求我？今摆，咱两个人还未结婚，我无权利阻止别人追求你。
可再讲，伊将为美国回来，敢讲我唔答应，伊就会放弃追求你。要么你放心，在球场上我袂输予伊，在情场上我更加袂输予伊。我要甲你的心抓掉的。你这个人啊，这样交面皮啊，我也无讲我的心拢要交你啊。要不过我会记得，有人来山顶找我的时阵，捌讲过，讲伊的心早就已经予我。伊还佫讲，我若是要去倒位，伊就要缀我去倒位。警察无讲，价价缀价买，价到缀到走。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记得真清楚。敢问有人即摆想要反悔？我也无讲我要反悔啊，你是咧紧张啥物？志强，啊，你哪一个人咧拼啥？你的伤还袂好，应该好好休困啊。我规工倒条条，倒我骨头拢酸啊，起来活动一下嘛好。这种代志我来就好。袂用的啦，我哪会当互你这个职棒大明星来当手的？我哪会当？来，你不要先扛了。啊，你一个人大，如果受伤，你互人真烦恼，你知影？我看安尼啦，明仔载我请一个费用，甲你斗3工处接到壁上，交你决定。去遐坐，坐啦。我今日了，去参加欢迎新球员的餐会啦。我特别叫厨房的师傅哦，煮一寡药膳料理，要互你食。来，趁小食。现在你要一个人，从迄天啉酒醉，我身体变的质量拢打起。今日我亲像我亲兄弟同款，自从伊出车祸受伤了，我的身躯边嘛发生真侪意外，我真是无时间代替金明好好照顾你，我心肝内感觉真袂当过。为着我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，嘛已经付出代价。你无需要因为过去的代志，搁受到警察责备。啊，毋过迄天是我去找你的，我才应该受到所有的人的指责。拢过去了，是吧？一切拢过去了。我即摆总算了解山草金融会遮尔啊听你，甲你当作亲兄弟啊。也毋过我还是互金明失望，你要搞出奥运参赛权，唔摆伫我的手头。4年后，你还是有机会啊。好啊，莫讲这无欢喜的代志。志强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卡出这摆，毋是你替我担罪的，总裁嘛无可能答应我，讲我留在金门身躯边照顾伊。等我身体也较好，你该食啥？我煮互你食。对，咱两个人敢守这样客气？已经真晚，食完了较早休困的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今晡佫需要你的照顾。我先来去，有啥物代志做你打电话吧。
不准你去。你要创啥？害我惊一个！卡走走！心爱，你是毋是介意彭志强？敢讲你袂记咱的任务？咱的目的是啥？咱应该追求的是完成客爸的心愿，替甲辛辛苦苦创立球队手转来，毋是彭志强伊的三车囝。你莫叫爱情，也欠你的理智好无？自细汉咱两个就是无爸无母的孤儿，哪毋是客爸栽培咱，哪有今日的咱？为着要报答客爸养育之恩，咱不但要尽力各补一途，而且我要替客爸讨回去金达超级球队。为着要替客爸讨回球队，我牺牲爱情，选择金庸。结果呢？金庸昏迷不醒，志强嘛去爱着金元，我也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敢讲爱情、财富、报酬，我就敢若会当选一项。敢是志强来医生问的？少爷，有啥物指示，你甲我通知一声就好啊。咱就清醒搁吵起抓的。你这场考虑计表现了真好，这是你应该得的慰问金。多谢少爷。少爷，我遵照你的命令，真是去互毒蛇夹一空，到即马我阁会做噩梦呢。虽然是假戏，若是无正实做，哪有可能得到金万山爷的信任？拍天就要探烧，你要紧争取金万山因对你的信任，完成你的任务。少爷，社长上遮尔啊着急，爱我去破坏金万山因翁仔某的感情，这其中应该有真大的恩怨才对吼。你的责任是完成任务，其他的免问。这样才食饭哦。哦，是啊。想袂到这个彭志强阁真体贴，竟然会专工送物件来互你食。少爷，我嘛真意外，伊会雄雄出现，伊是代替金庸来照顾我的。安尼真好啊！你着好好接受伊的照顾。俗语讲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一方面破坏金万山翁仔某的感情，另外一方面，你着甲彭志强保持好的关系，随时找机会试探高部队的军情。是为着要对付高部队，也是为着要对付彭志强。你英啊真到位呢，照我的命令去做就对啊。我一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和阮在一起。我多少？以后全台湾的职棒签到，一路连线到厝内的电脑。以后乌多上，你只要坐单厝内，就会当控制全部的赌盘。安全问题。这点乌多上你放心，我有请上好的保全，连一只狗遐嘛无法度通过监视。
就算讲警方摕搜索票来，咱只要试这个红色的开关，电脑伫咧轨表内就会将所有的资料删除。咱的人嘛会当马上对密道离开，随改做由厝内的电脑继续控制刀。你设想也真周到，不过加期是死。咱同款需要抓头来替咱成就刀金。我是听讲南部阁有几啊，毋知影死活抓头毋肯配合。我是无介意食饭的时阵，面头前阁有好心飞来飞去哦。我已经派太监落去南部协助乌上大的进行蛇头的收编，遐会挡落的石头，拢总会彻底收拾单调。伫咧球柜开始进前，一定会全部结束。还阁有洗钱的管道，即嘛有全力配合，即嘛已经由我来接管。是，容易。你敢阁会记得以早我教你安怎行棋？当然会记得。我都想你讲，行棋上重要是布局，就甲做事也同款，爱顾前顾后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还阁有一个原则伫，就是咱爸仔囝两个人绝对袂用目着犯罪政治，所以我早早就安排乌熊佮再生这两只鸡替我拍头阵。我甲你马是达，毕业的时阵，就爱弃机保障。罗莎，心爱已经听你的命令，转去古堡集团。为甲明正联合来迫害金万山翁仔某的感情，我相信，真紧你就会当甲你心爱的人做伙。我已经等20年啊，已经无迄个耐心搁等落去。你敢真正无去参加球队开训典礼？爸，就算讲你有球队，甲你家己集团一个面子去做一个形式，安尼敢嘛袂用？当然袂用的。若毋是你母仔囝甲我作对，古堡队早就已经无存在啊。爸，警员，是咱母仔囝家己讲，有人吼，若莫保护因囝，辛辛苦苦经营球队，咱就爱头去。你。副总裁，球队开训，我已邀请各大媒体记者来参加。心爱啊，至少还阁有一个哦，亲像你遮尔爱阮金庸的人，伫咧遮照顾伊，安尼我才会放心。对吗？放心啦，家人照顾。那真经有影呢，读较歹去哦。我敢要害我家己亲身领去哦。总裁，请你千万唔通生气。等你想看卖，10个镜头存出来拢无平长啊，是免怎要求别人甲你有同款的看法的。所以你千万唔通欺骗你家己的身体啊。搁再讲，金明，若是知影你甲副总裁冤家，我相信心肝内嘛一定会足艰苦的。金明，你知影无？这边球队要重新整军，副总裁叫我都要负责宣传。不过，我的心肝头都袂输是过了千万支的占地位同款。这一切拢是野球害你的，我真是最后悔当初无考劝你退出球队。我若较早嫁予你，咱即摆已经做翁仔某啊，你嘛袂倒地车。你嘛是因为金球受伤，才会讨厌野球是？毋若讨厌尔，我怨恨野球。哦，嘛安尼。你著甲球队选出来空客，死死的啊！我当然嘛想要安尼做啊，
啊，毋过我若真正安尼做，副总裁佮金华一定会抓准讲是总裁你阻挡我替球队做代志，为着要避免引起冲突，我家己较委屈的，这嘛是应该的。哼，我坚持要解散球队，甲因某仔要出冤仇人咧。我真是想无，谁怎副总裁佮金华这么坚持要重整球队，谁怎因就是袂当体谅总裁的心情。真难得，你会当体谅我的心情。其实，还佫有一个人，嘛会当体谅你的心情。迄个人，就是金庸。这得等金阳请起来以后，再来问伊啊。伊会真请，伊一定好起来。我愿意用我家己的性命来交换金庸的健康。无论偌危险，我拢会继续走找7寸金，我绝对袂放弃的。我希望总裁会当支持我。做你放心去做，也毋过你家己唔通搁去冒险嘛。若是咱开始买着上好，就算是倾家荡产，我袂变互金庸医好好。总裁，你敢知影？并毋是每一个做爸爸的，拢愿意甲你同款，将家己后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。我伫这代替金庸，甲你说多谢。我是金庸的老爸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爱说多谢的人是我，阮金庸，我就交互你照顾啊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想我来啊！伊大小姐，恁哪？今仔是国宝集团球队的开训日，我做一个大股东，当然嘛要来给大家加油鼓励。同意啊？这是我一点仔意思，算做球队的加菜金。多谢伊，多谢这个心。先休息，请。这是伊都小象送互大家加菜金。志强，恭喜你今仔日开会。阿姨。咱来做伙翕相，留作纪念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来，大家摆好来，翕相来。
紧我甲志强的感情愈侪人加入，就愈牵拖袂清。只声有好戏通看。你给我问一个，等者才走好不？妈，我先摕机票叫回家入城。好，歹势，我先去陪。机票，我那是啥？伊都小姐，你若无着急要走，先来办公室用的。好啊。Q，我要留伫个遮，你去就好。同意。你留落来照顾市哦。係。志强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就是我的阿兄中义，这位就是我甲你讲过的前神冯志强。你好，请多多指教。球用大名，本身是伫台湾的野球界真有名，连日本的报纸拢有你的报道。中义兄声音真熟悉，咱是捌见过。敢有？本身是会当互人称呼战神，实在互人佩服。啊，毋过真可惜，拢无机会当看你拍球。中义兄若是对棒球有兴趣，球季开始，我会当请两位看球。安尼上好啊！先甲你说一声多谢。有场啊，就是你的舞台。训练期间啊，恁早暗安尼才走20段，训练下盘稳定性，较大声甲我一届。经过20几年后，才会当阁啉到你亲身泡的茶，气味同款才清芳，感觉一点仔都无变，真好。人讲水是故乡的甜啦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也毋过，景物犹在，人事全非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20几年前的一个长辈，最近伊却向来离开。你讲的这位长辈是啥？是我以早捌对过铁虎大的，伊咧庙修行，改名叫心祖。大概是无希望我这个凡夫俗子来搅扰伊，才会故意来闪票。每一件代志会发生，必定有伊的原因啦。既然这位心祖师傅，伊想要一个人清净修行，你哪着强求自找烦恼？玉芬，你讲了真有道理。也毋过世间上上歹看破的就是情，有一寡人，一寡代志，一世人永远拢会放在我心肝内。伊若发现心祖失踪，一定会派人四界找找。茶爱趁小啉。
是开份记者会相片。我若是看到彭志强甲金华强拢出现画面，我就规巴倒火，做想要叫人好好修理彭志强。你莫干那搁生气好无？迄相片你搁详细看一下。你注意看彭志强甲只有因两个人。我真就只有真介意彭志强。互你学着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咱拄好会当利用只有来造成彭志强甲金月的冲突甲矛盾。另外，佫会当报互中二少爷。甘愿选只有，唔选我，互伊知影得袂着是什么款的滋味。这个人，我亲像对金月有意思。你真巧，搁巧你学着。迄个人哦，是对美国请回来要代替金月的投手，叫做李汤姆。伊真介意金月的。公开在追求，啊，不过你放心嘛，免烦恼。先互伊甲彭志强两个人去打，等甲两败俱伤，伊才搁来捡现成的，就好。心爱，你才拄倒来，搁无一团无偌久，就甲所有人的关系拢忙甲一清二楚，全部拢设计好。哼，想讲水的查某人，就无头壳。我即马较烦恼的，是我要安怎去破坏金万生因翁仔某的感情。你嘛知影，假使我若是无完成伊对社长交代的任务，会有啥物严重的后果？其实哦，这你唔免烦恼啦，咱只要做好一寡表面功夫，对社长上有交代就好啊。但时机若到，咱就唔免搁听社长上的命令啦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但时机若到，咱就唔免搁听社长上的命令啦。喂，bingo，真正叫你学着，目标正向巧合hotel路行去。哦，迄个所在我知影，我随过。目标已经行去hotel路啊，我先对过来看伊住几号房，咱随时保持联络。好，我知影。高贵的副总裁，你竟然会欺骗恁翁暗中讨客兄，只要我摕到证据，我哩真唔欢喜，嘿，是有啥物好消息先？无啦，就朋友找我跟你讲代志啦，我先来走。夫人，夫人，恁两个先去门口等。是。先做生活，家己两间食是不得已的，挂伫遮向你陪死的。阿弥陀佛，我并无怪罪金夫人，心中有负，处处拢会当生气。金夫人唔免囥伫咧心肝头。多谢师傅无怪罪我。
5号准备。金夫人无为着保护你自己，台湾袂强，这就是善念一线，望你早日归依佛门。也毋过天心即摆经查咧失踪的代志，派人四界调查你的下落，我要哪有可能真心去修行啦？叔，最近我听你做梦，我忘记天心已经知影，当年我为着要嫁予万山，做金家少奶奶，甲伊的行踪。想要互叶元修人强久的知影，害差一点我都无命。我实在足后悔，因为我的一念之差所造成的罪过。错误已经造成了，你若真心改过，为时也阁未晚。我即摆只希望。要能够提升维持好朋友的关系，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5号准备，现在，家己办，就爱家己收。只要金夫人以心为善，我会抓到这个秘密离开。永远袂阁回来台湾。多谢新竹叔。真正是想袂到，社长嫂甲副总裁两个人，竟然有一段这么深的恩怨。无意中去发现这个天大秘密，这届我就要变心啊！明姐，我看唔通袂去看呢。安娜。这届你的功劳上大啦，我讲的算你上。哎，我得带本钱哦。袂当赞助钱不要紧，只要会当赞助球员的装备，阮就真感谢。甲袂当请你去请示一下，然后互我答复。多谢你哦。嘿，心爱，你敢会走来？小小姐，你来坐回来。啊，来这车坐。志强，我知影你混得真辛苦，而且经费有限，大钱我无法度斗三工啊。不过我千辛万苦吼，帮我找几箱日本的富士冷糕来请大家食。我即摆放你外口。志强，人妻哦真是足有心的，一听讲你真爱食富士冷糕，就马上叫人为日本寄过来呢。小小姐，咱好意思，互你开钱啊。这是个心意，你著莫甲伊客气啊。无你若真是感觉歹势，你甲伊拍野球来相赌，就好啊。姐，你讲安尼好啊？好啊。是讲唔知影会伤麻烦你无？唔咧啦，志强，等我拄啊好嘛，要验收拄修理好的投球机，无恁两个人先过去试看卖啊。我联络一寡代志，马上就过去啊。好，我甲你拍球。志强，伊人足好诶，有你做我的教练，我相信我一定进步足紧的。喂。来今晚，讲麻烦你常常扫这张，看这球球山团的客位数的。你妈客气啦。是嘛？你客位宣传写得真好呢。以后咱球队宣传的工作都交你负责啊。汤姆。Hello， 两位美女。今仔球队也无训练啊，你哪会走来？是安尼啦，投球机我找人修理过啊，是我叫他们来试看卖啊，佫有啥物问题无？金冠，
啊，拄好你嘛来啊，啊，不然做伙入去看卖啊，佫有啥物设备需要修理的无？好不？美丽军领队，请。金麦，是哦，你拍得真好。无啦，是志公甲我教的啊。金麦，你要来，咱无先敲电话。我是来看投球机修理好势，看起来是修理好啊啦。拄好只有练习代志。我才拄啊练习尔，还佫需要志公加甲我教。真拄好呢，我嘛想要顶单。汤姆，无你来甲我拍球啦。 No problem。虽然拢甲我所想的同款，精彩好戏就要开始啊！金华姐，咱来比赛，看谁拍球球较济，好不？当然嘛好啊！你爱说你哦，有真心甲我教，无去看赢你哦。我真唔惊嘞，我嘛袂五大联盟的汤姆甲我教。金冠，我永远都伫你身躯边保护你。金冠，你第一道拍球，唔能小鬼出来，啊无你以后去闪。金麦，机器打修理好，还阁无3分钟，也是我来操作比较妥当。顶届投球机出错，常常去讲到起哦。 这届你阁想了真周到。志强，顾机器种简单的代志，我来就好啊。金华姐，互你先啊。当然嘛好啊。 要开始啊！准备好哈。嗨。金冠，你嘛准备好啊哈？我准备好啊啦。 我一定的红魂再起，我一定的红魂再起。笑，恁两位大小姐若是继续搁拍咧，电经理会互恁拍到无所在头面。 心麦姐，你讲我安怎？心麦，啊你讲安怎？无啊，歹势啊，我还阁有代志要处理，我先来走啊。志强，你讲，我甲七号到底是啥赢？当然是金华姐你赢，我倒位比得过你。是哦。 应该讲是阮这两个最佳2人组。哎呦，我足久无做遮尔激烈的运动，想感觉我都最枵的呢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既然是我输，我请大家去食好料的，好不？拍球只是好耍嘛，输赢并无重要。你嘛无需要请大家食饭，我已经物件收手咧。我甲你斗相共。 金
咱莫插伊，咱来食饭。好啊。心爱，今仔日哦，我的心情真好，特别买一碗酒菜哦，要甲你做伙庆祝。你中乐透啊？意思差不多啦，反正哦，都是真好运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心情敢若无啥好，家己一个人喺啉酒。无所谓啦，无陪听我的身躯边，我除了啉酒，我会当安怎？你即马是啉酒醉，伫讲酒话哦。就算讲哦金融袂阁真醒啊，也毋过咱同款会当得到国宝集团啊。你是阮趁啥啦？我讲的是志强，是冯志强。冯志强，这么久啊，你阁伫暗恋伊哦？你是要啥？我读书的时阵，我认真读书，出社会，我嘛认真打拼去赚钱，我根本就无任何恋爱的机会。这么简单，我总算是找到一个我真心介意的人，想要甲伊谈恋爱啊，结果咧？结果你却逼我为着钱，为着替客爸报仇，害我放弃志强，选择去金融做伙。讲来讲去，你就是怪我拆散你甲冯志强哦。我无怪你，我怪啥？明静，你会知影，我甲一般的查某囡仔同款，我嘛需要爱，我嘛需要一个会当好好看的查甫人。即马金融，伊袂阁醒过来。志强，你阁这么关心我，爱护我，我感觉这是天公伯给我一个上好的机会，我回去志强的身躯边，我一定要给我爸，啊若无，我后摆都无机会啊。哦，拢是我唔对，也毋过你唔甘问，是你亲手下药啊，害失去奥运参赛权，变成国家的罪孽，安排车祸要治伊的命，你嘛是有份。伊敢有可能去爱你这个一直设计伊的人啊？你搁敢讲？假使若不是你拖我落水，叫我卖钱无，后也做我头，我敢会愈聊愈深。我是不得已，才去伤害志强的。啊，毋过迄过去的代志，志强完全无需要知影，因为未来我会用我全部的爱去弥补伊。虽然周玉芬伫我的掌握之中，也毋过也是需要先埋伫我的身躯边，甲我斗相共，袂用甲伊变面。好啦，心爱，既然到即马，你也是这么爱冯志强，金融嘛袂讲真实啊。那呢，我嘛无理由搁阻止你啊。你讲我一件事，伫这世间上，我敢若对你袂讲白贼，但毋过希望你会当先甲我完成客爸心愿。这是咱欠客爸的恩情，咱应该要还。
搁再讲，你帮助我带入警院，计成国宝集团，你唔才有机会甲彭志强做伙，敢唔是？等咱替客爸甲金城推摕倒来以后，你就当甲彭志强去享受恁两个人的世界。多谢你，美静。多谢你这么啊体贴我，我谢谢你。是的。来，这杯算是我甲你回失的，啊，不过咱就安尼讲定哦。你看你，一想到要甲彭志强做伙，你有遮欢喜。来来，饮酒饮酒。奇妙，你嘛知影，我逐工拢会来遮甲你讲咱较早拍球的代志。要么今仔日我真是无心情讲，你要谅解我。今日金外调讲要气我，伊甲伊咧找咧要代替你投球李头木做出去食饭。我爱顾着我的风度，无方便阻止啊。但我真是感觉真无助，我出到连饭都食袂落。若是心爱嘛安尼做，你一定食错。唯一一点袂当安慰的是，迄个李头木嘛真有投球的天分，伊甲你同款，伊的蝴蝶球当然甲你同款好，伊有真侪所在甲你相像，但我不管伊甲你有偌像。伊永远拢无法度取代你的地位。你永远是高保队的13号，永远是高保队王牌投手。每一个人拢希望你会当赶紧好起来，赶紧回来甲我们做伙拍球。尤其是我，你敢知我的负担有偌重？恁爸爸甲所有的经费拢删掉，咱若是无完成4连霸，球队就要解散，球场嘛要互人卖掉。你敢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发生？金苗，你有听到我讲的话无？有听到无？你这是什么兄弟？咱两个若是兄弟，你就应该跟我做伙解决这个困难啊！金苗，你若听到，你怎么可以跟我进行？这个球是你头一遍完封的纪念球啊！我唔相信你会袂记你，交替好，敢唔敢去？你有感觉到我？这球，我伫你的手头变做上厉害的武器，互对方捌打，拢变做你的手下败将。你有感觉到？对，你有感觉到吗？你不应该伫这，你应该伫球场。球，你应该伫球场，你有听到我？我叫你伫球场，你有听到我？我一定会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你
你应该在球场，你有听到我？我叫你在球场，你有听到我？兄弟，你过来，我带你外国，我是足惊。我惊球队压力会逼到我无法度喘气。我唔知什么时阵，我会甲你做伙艰苦，倒落去。到迄个时阵，咱要成立三级棒球综合训练营棒球理想，都无人会当去信。你有听到我讲话对无？因为你的嘴无咧讲话，所以你要用你的手回答我对无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就是听你的意思。你看，拄则金庸手震动过咧。而且，伊的心跳嘛变强啊！哥，我是金元啦，你的手搁震动互我看，较紧的啊！哥，安那拢无反应啊，心跳嘛是同款的。只要金庸有反应。伊都试过来希望。因为金庸倒遐尼久啊，总爱互伊一点仔时间慢慢恢复。对啦，啊你也无去食饭，走来食。我只是想要气你一下啊！我离开球队的时阵，我就甲汤姆分开啊。我是惊有人气伤久，我是想讲你暗时拢在食，唔才走过来。受伤啊！我就可以慢慢甲人生个嘛哦，关你回来讲是。我只是甲你当作亲兄妹，赶快来关心。我本来就无想要做你的小妹啊。我是真心爱金元。你免小想啦！我只是天气有较假死，那是嘛袂个。人真正当作你支持我的妈啦。你知影你是乜咧讲笑？你若是继续安尼闹落去，这个真是咧无你出头。